Hello，今日咧帶大家嚟到粉嶺 One Innovale 睇一個咧4房連天台嘅特色單位。One Innovale 位處於粉嶺嘅聯和墟，項目咧設有呢個會所，裏邊嘅設施都非常之完善㗎。項目周邊咧亦都有街市啦、交通總會啦同戲院，買嘢、食嘢、玩嘅應有盡有。好啦，咁講翻個單位先。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1054尺，有53隻嘅平台，同埋一個961尺嘅天台。一入到單位啦，右手邊咧就係工人套房，然之後就係客廳。咁基本上咧呢個單位大部分嘅景觀咧都係向翻西南嘅，景觀都好開揚噶。廚房咧就夠晒闊落。就算咧2-3個人一齊幫手煮下嘢食啊，咁樣咧都有充足嘅位置。3間客房咧亦都非常之寬敞，擺床擺咗衣櫃咧都仲有空間嘅。嚟到主人房啦，見到咧發現商精心安排咗2面嘅採光窗，令到成間屋採光度十足。上到嚟天台啦，呢個天台咧四四方方，最啱咧就係同啲親朋戚友喺呢度燒下嘢食啊，小朋友又有啲空間咧可以走動下咁樣。好啦，今日我哋睇完咁多先，如果跟住落嚟想睇我拍啲咩嘅話咧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